大家好，歡迎來到今日頭條，我是主播小飛。今天是3月31日。美國總統川普今天宣布，將於明天親自前往最高法院旁聽出生公民權行政令的庭審。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反覆強調，出生公民權的立法原意是內戰後為了保護奴隸的孩子而設立，絕不是為了讓中國億萬富翁或其他國家的富豪用來讓子女拿美國國籍。他表示，大批人靠這條法律鑽空子做買賣，把人弄進來賺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全家變成美國公民。根據中央社報道，這項憲法修正案的攻防戰即將在最高法院見真章，連部分保守派大法官的立場也開始動搖。川普政府這次推動的行政令，將影響美國每年約25萬名新生兒的公民身份，引發各界高度關注。關鍵評論網報道指出，多數美國民眾支持維持現狀，不過川普陣營認為必須堵住這個移民制度的漏洞。共和黨議員斯密特和其他同僚都呼籲政府採取措施，封堵出生公民權問題上的漏洞，認為這是美國最嚴肅的制度之一，現在卻日益被當作移民制度的一個漏洞。川普在記者會上還嘲諷說，全世界靠賣美國公民身份發大財，這場世紀大案的最高法院裁決將對美國移民政策產生深遠影響，我們將持續追蹤這項重大憲政爭議的發展。北京當局正在全面收緊對境外信託的稅務監管，重點瞄準通過香港上市公司架構進行海外投資的中國超級富豪，意圖堵住長期存在的灰色避稅通道。根據彭博社報道，江蘇、深圳等地已要求相關信託持有人主動申報境外資產，並對不合規的離岸架構進行稅務清算。大紀元報道分析，北京當局擴大境外收入徵稅目標，將產生4重反作用：一是加劇資本外逃壓力，二是打擊民營企業家信心，三是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四是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營商環境的疑慮。這項政策被視為北京當局在財政壓力下對富豪階層進行新一輪的收網行動。專家指出，在國內儲備優先的政策邏輯下，北京難以兼顧對外承諾與國內需求。這種殺雞取卵的做法，恐怕將進一步惡化中國的投資環境，加速高淨值人士將資產轉移海外的趨勢。日本和菲律賓近期在第一島鏈的軍事部署動作頻頻，對北京當局構成新的壓力。根據新唐人報道，美日正在鞏固第一島鏈防線，日本在台灣周邊島嶼打造飛彈群島，強化反介入能力。大紀元刊登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2025》評析指出，美國將持續深化與印太盟友的軍事合作。台灣立法委員林佳龍日前表示，怕能攜手日本、菲律賓共同面對北京當局的威脅。他認為第一島鏈的民主國家應該建立安全架構。自由時報專題報道分析，日本從過去的防禦性戰略轉為主動布局，菲律賓則因南海主權爭議被北京當局激怒。這兩個國家與台灣形成島鏈三劍合璧的態勢，正好打中北京當局海權擴張的弱點。這種區域安全格局的變化，顯示北京當局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擴張策略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制約。中東局勢持續升溫，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將於今晚美國東部時間9點發表全國講話，就伊朗問題提供重要最新資訊。伊朗導彈3月30日襲擊了位於伊拉克的美國空軍基地，伊朗國會議長隨後警告，伊朗部隊正在等待美軍抵達中東。根據 BBC 報道，隨着另外3500名美軍抵達中東，區域緊張情勢進一步升高。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解釋為什麼現在必須對伊朗採取行動。他指出，伊朗把核反應堆藏在深山裡，自己濃縮材料，拒絕走和平核能的路。更嚴重的是，伊朗正在搭建一張導彈和無人機的常規保護傘，一旦建成，誰也奈何不了。核武計劃更沒人敢碰。川普在記者會上表示，美國2到3週內將撤出伊朗戰爭，霍爾木茲海峽將讓其他國家自己管理，並且強調只需要從伊朗撤出來，物價就會一路往下掉。今天股市幾乎創下新高，因為大家知道美國是安全的。這場中東危機如何落幕，將是全球市場密切關注的焦點。以上是今日新聞摘要，感謝你的收看，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